以前啊，喺講廣州話嘅地區，有好多人聚集嘅地方咧，經常咧會傳出哇呵咁嘅噓聲。高興嘅時候叫哇呵，掃興嘅時候叫哇呵，支持啊叫哇呵，喝倒彩又哇呵。而叫得最厲害嘅咧，係響一空而散嗰個時候。咁如果由一個人單獨使用咧，咁呢個窩呵咧就表示事情冇希望。比如講，唉，以前呢度啲生意咧仲做得下嘅，而家啦窩呵咯。又比如邊個小朋友啊睇到人哋有啲事搞唔掂，佢幸災樂禍起嚟咧就會大叫窩呵。咁一本小說裏邊睇到啊，解放戰爭時期北方某個地區對某一支國民黨軍嘅輕蔑嘅稱呼咧，係叫佢哋做呵呵雞。咁我諗啊，呢啲部隊嘅士兵咧，一定係好多廣府人，佢哋動不動就哇呵哇呵咁叫。咁往往咧個窩字叫得輕而短，個呵字叫得重而長。咁當地人啊冇聽清楚啊，以為只係喺度咧呵呵咁叫。咁我又諗啊，咁樣嘅呵呵雞咧，肯定係冇乜戰鬥力嘅。見到有利可圖就蜂擁而嚟，一見勢色唔對就落荒而走。咁樣嘅人群啊，最易呱呱嘈。反過嚟講，係動不動就哇呵哇呵咁叫嗰啲士兵啊，肯定亦都係啲咁樣嘅人。得利嘅時候驚死賴咗自己一份，失利嘅時候咧就雞咁腳咁踢到冇雷公咁遠。咁樣嘅呵呵雞啊，有咩戰鬥力可言呢？各位，而家黃元海比武選誓大會正式開始啦！哇！唐公子，哎呀，你平時炸雞都冇力，你都嚟參加？梗係啦，黃元嗰個女啊出咗名啊，靚爆鏡啊嘛！如果唔係試下，佢蠢啊！係咯，黃元嗰咁有錢，做得佢仔發達啦！好，而家有請我哋黃家小姐上擂台，佢係我哋全國武術冠軍，空手道黑帶9段。哇！諗到呢度啊，我忽然悟出成語寫嗰個烏合之眾啊，用廣府話嚟寫就應該係寫成窩可之眾。睇嚟啊，原先響北方窩可亦都係有人咁叫嘅，只不過咧寫落紙面用咗另一個象聲詞烏合。咁你試下用普通話嚟讀下呢個烏合，睇下係唔係同個窩可差唔多。成語詞典解呢個烏合之眾啊，話佢係像烏鴉那樣暫時聚合的一群，實在非常牽強。烏鴉點見得係暫時聚合嘅呢？咁有本古書啊咁講過，烏合之眾，初雖有歡，後必相吐，雖善不親也。佢意思係烏合之眾啊，即使佢哋最初顯得非常團結，但係慢慢就會你唔容得我啊，我唔容得你噶啦。所以咧，唔好睇佢哋而家幾咁親密，實際咧係離心離德嘅。呢幾句話所講嘅咧，就好似係嗰啲嗌窩可嘅場面，同埋嗰啲嗌窩可嗰班人嘅本質啦。咁呢類人咧，自古到今啊，都係冇乜大變化嘅，都係為咗私利而虛虛冚冚咁鬧事，然後就演變成為因為利益矛盾而散伙。咁睇《西廂記》啊，張生救咗鶯鶯小姐一家。鶯鶯個阿媽鄭夫人啊擺酒，酒席上邊就賴婚，要阿鶯鶯咧只叫阿張生做哥哥。咁張生發牢騷啊，唱咗一大段，其中有句話就係咁唱嘅，話這席面真乃烏合。我就好似仲未見過有人為呢個烏合啊揾到個好明白嘅解釋，而我就認為呢個烏合啱啱就係嗰個窩可，席面窩可。
就係縱使有答謝嘅酒席，婚姻都冇咗指望啦咁解。嗱，由《西廂記》呢句唱詞睇啊，喺元朝窩可仲係大家都一聽就懂嘅詞語，但係後來咧喺官話系統嘅口頭語裏邊消失咗，只留低書面上嘅烏合呢一塊化石。廣府話嘅情景啊，好似亦有俾呢個窩可消亡嘅咁樣嘅態勢喎。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邊已經唔係點聽得到佢咯。咁假如窩可聲嘅消失能夠意味住一空而來一空而散嗰種人消失嘅話咧，咁就值得舉杯慶賀啦。今日嘅越講越過癮就講到呢度啦，下一期會拍拖嘅花尾道講下拍拖呢種講法係點嚟嘅，記住收睇啦。